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8月12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胡聊胡事、胡指胡威，还有胡一进老师。今天市场是全天震荡走高，沪指已经7连阳，三大指数均再创年内新高。截至收盘沪指涨0.5%，深成指涨0.53%，创业板指数涨1.24%，沪深两市成交额1.88万亿，比昨天略有放大，这个成交量还是不错的量价配合但是市场热点较为杂乱，对金融消费者来说又是不友好的一天赚了指数不赚钱，因为个股跌多涨少，全市场超3100只个股下跌。在这个行情里面依然有很多金融消费者是无功而返，甚至有的还在赔钱。在这个沙滩上盖大楼，有很多人耐不住寂寞，也要进去抢一把。很多人认为自己不是最后一个接飞刀的就不是最后一个这个击鼓传花不会接最后一棒。这个怎么说呢？这个《红楼梦》的第二回贾雨村瞎溜达的时候逛到了一个叫智通寺的。这个智通寺上有一副对联，叫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这个对联送给这个金融消费者是最贴切不过的，最终一定是眼前无路想回头。在这个指数慢牛这个行情下，依然有人赔钱。红星资本局报道说，明星基金经理新基金仅2月亏8%。11日 A 股市场整体上行，但依旧有少数基金未能采取市场节奏。红星资本局注意到，一只叫申万灵性行业精选的基金成立于今年6月3号，由知名基金经理贾承东掌舵，但截至8月8日，该基金 A 份额成立亏损8.23%，认知回报在同类产品中排名为倒数第二。也就是它成立于6月3号，那正好6月3号到现在，这指数一直在走牛市在慢牛那这个基金居然到现在赔了8.23%，这什么概念？谁买了这个基金不倒了血霉吗？赚了指数赔了钱，指数是在涨这个从6月3号到现在这个沪指、沪深300分别累计上涨8.59%和6.89%，而这只基金已经亏了8.23%。近日在天天基金网，该基金评论区已经炸锅，不少基民在追问基金亏损的原因，还有基民表示贾总让人失望。所以说这个赚了指数不赚钱的大有人在连知名的基金经理都一样第一财经日报报道沪指连续站上3600点之际，外资对 A 股的热情持续高涨，部分个股被买到限购。沪深交易所数据显示，截至8月8日，4只股票的境外投资者持有比例均超过24%，分别为思源电器、双环传动、华明装备、宏发股份。单日思源电器境外投资者持股比例为26.83%。上述4股的前10大股东中，出现了摩根士丹利、淡马锡、富敦等外资的身影，且外资对部分个股进行了调仓。从整体来看，行业龙头仍是聪明钱的最爱。不光是外资买爆4只股票，还有一个龙头芯片国产算力的龙头叫中国版的英伟达寒武纪。8月12日消息，有着中国英伟达之称的寒武纪今天股价涨停创历史新高今天一下涨了20%公司市值突破3500亿元。作为国产算力的领头羊，寒武纪借着人工智能的风潮，股价从去年开始疯狂飙升。中国版的英伟达在这些个股遭到疯狂爆炒的同时，实际上还是要提示风险。有人整理了一下A 股2015年上半年涨幅前50的个股，不是有人说上一轮牛市是2015年吗？那么有人就把2015年上半年这个涨幅排前50的个股列了出来，发现现在是2025年，已经有7家退市，3家 ST， 也就是10家已经出了问题。说明什么？说明咱们这个胡适推崇的是垃圾股。我也不能说全是垃圾股这50只股票里面居然有10只，对吧？基本上已经退市了。说明什么？对吧？剩下的还有很多籍籍无名了，就已经在那儿要死要活垂死挣扎。有多少人被套住？大牛股里面20%居然退市了。这就是我说的散户你很难再搞那个叫什么
植物人战法，说我就地卧倒，风水轮流转，我到这还能解套。这个搞法现在不行了，对吧？如果前50只，对吧，涨幅最大的股票你也追进去，里边你就有20%的可能会踩雷，你被套住。如果你这时候你说我不卧倒不动，过3-5年自动会解套，但现实是残酷的啊，很有可能你就叫血本无归啊，退市了。这个退市率还比较高的，20%退了。这个在胡适里面啊，最不缺的就是新概念，最不缺的就是故事。这些妖股啊，非常受这个散户的青睐啊。我们再看看这个骗局啊，央视最近揭露啊，有专门针对农民的骗局。说记者近日接到不少农民朋友的反映，他们在网上遇到一批假冒的农技专家，坑农害农的骗局正在发生。记者在各大短视频平台陆续搜索到上百个农业专业达人的账号，发现他们虽然身份不同，但是其中相当一部分账号的头像和名称标着祥和农业4个字，十分醒目。再一看，这些所谓达人出餐中推荐的产品大多挂在一家名为祥和农资总店的店铺。这个祥和农业为什么会有如此多的农业专家达人呢？大家看视频啊。记者近日接到不少农民朋友的反映，他们在网上遭遇了一批假冒的农技专家在销售农资。记者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以农业为关键词进行了搜索，发现竟有上百个所谓农业专家达人的账号。这些账号的视频内容都是什么呢？来看调查。什么是膨果期呢？今天跟老乡们着重的讲一下。玉米长到这样8-9片叶子的时候呢，就进入喇叭口期了。这个阶段呀，特别容易招这个专心虫。记者在各大短视频平台陆续搜索到上百个农业专家达人的账号，发现他们虽然身份五花八门，有从事农业技术服务的农技员，有种地多年的种植大户，还有刚刚农业大学毕业的学生，但是其中相当一部分账号的头像和名称上都标注着祥和农业4个字，十分醒目。再查看这些专家达人橱窗中推荐的产品，大多挂在一家名为祥和农资总店的店铺中。祥和农业为什么会有如此多的农业专家达人呢？记者决定一探究竟。根据祥和农资总店登记的地址，记者来到河南范县教场村。刚到村口，记者就看到连接的一家店铺门口挂着一个红色条幅，上面赫然印着农多乐农资销售店几个大字。当记者走近，却发现这家农资店大门紧锁，透过窗户往里看，屋内布满灰尘，杂物随意堆放。记者带着疑问询问了旁边的超市老板：没人，一直都没来，光是挂着个牌走嘞。挂个牌啥门啊？就从来都没开过门。对。拥有22.5万粉丝和12万销量的祥和农资总店，背后的实体店铺竟然只是挂了个条幅，无人问津的空屋子。记者再次浏览祥和农业专家达人的视频，竟发现同样以祥和农业为头像标识的抖音账号石老师说农业，出镜者竟然和另一个名为河南维欧主持培训的账号出镜者是同一个人。它富含花生所需的多种微量元素，而且还有增效的效果。就是这一款花生利益宝，您点开我的主页，下方有个橱窗，把它直接带回家。毛子哥告诉你，凡是所谓的自己肚中没有墨水，文化低，能不能学主持？我说能。在这个账号里，说农业的石老师摇身一变，帽子哥成为了一名专业主持培训老师。点进账号主页，可以看到简介明确写着帽子哥25年主持口才教学经验，弟子700家，学员上万。这个时候啊，居然还有很多坑农害农，这个我想啊，这平台啊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个农民啊，他本来就对这个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上的信息啊很难辨别，真假难分。现在居然还专门针对农民进行这个营销的啊这些账号。最后我们再看看胡一进老师啊，这胡一进老师最近在网上越来越活跃啊，什么领域啊，他也都评论。最近啊，湖南岳阳啊，一个男子啊发布了一个12个字的评论，结果被当地警方啊给他来了个行政拘留。
然后这个男子啊，他姓萧，叫萧某良，他呀，然后就不停的去上诉，为自己啊洗清冤屈。他一直上诉啊，最终在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获得改判啊，就这么个事情也上了这个热搜啊，成了一个热点。我没有聊这个事啊，是因为我觉得这个事没什么好聊的。结果胡一金老师啊评论了，他说湖南岳阳昨天宣布已经启动调查程序，说老胡想在此说，萧某良是位有勇气的公民，他坚持上诉，为自己洗清冤案的执着精神令老胡非常钦佩，尤其是他坚持依照正当法律程序申诉，在2告2败后仍不放弃，最终在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获得改判。他上演了现实版的秋菊打官司。胡一金认为啊，说萧某良为湖南省以及中国司法进步做出了一位普通公民所能做的最大贡献。他作为一名被冤判者，凭借一己之力，而且是在正规渠道内突破了一个错误的裁定链条，他为我们社会做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示范，他带来的思考具有广泛意义。他说，很多人如果处在萧某良的位置上，大概都会选择忍了，接受了，因为不仅县公安局认定他发那12个字评论构成寻衅滋事，他之后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和上诉都被驳回，洗清自己的路似乎到了尽头，而且当时的行政拘留只有5天，一般人在这种情况下很难继续鼓起勇气坚持上诉。就我就在想啊，这个舆论呐，这网上的这些网友啊，他们为什么不认为这个萧某良是诬告呢？对吧？萧某良被当地警方啊以寻衅滋事给他拘了是6天还是多少天，然后他就上诉，那为什么上诉1审还败了，2审又败？那这不是他不仅是诬告啊，而且还是坚持诬告。这些网络暴民去哪儿了呢？为什么不认为这个萧某良是诬告呢？为什么武汉大学那个杨某某啊，对吧，告那个萧某某，巧了啊，也姓萧，这些暴民就认为杨某某叫诬告，还有很多学法律的啊，那所谓的律师，就是我就会观察这一现象，就非常有意思。这是第一个啊，这胡一金老师好像也是啊，这个在那个武汉大学图书馆那个性骚扰案件里面也是起不好的作用啊，号召网友去网暴那个女的，说网暴那个女的这个论文呐是应该的，上纲上线，扩大打击面，本来是一个性骚扰这个事情，最后变成个学术规范、学术打假。那为什么就是没有人组织一下啊，对这个上诉的这个萧某良啊，进行网暴呢？查一查他有没有干过什么事啊？他坚持诬告啊。第二个啊，这最有意思的是下面了，叫胡一金老师啊，他评论呢，他说老胡作为一个媒体人啊，他是老媒体人，光说媒体人还不行了啊，叫老媒体人。实际上我坚持认为啊，胡一金老师应该说作为一个老宣传人员，他说也要在此向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最终的判决表达敬意。该高院指出，认定萧某良12个字评论的行为构成寻衅滋事，并行政拘留5日，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过罚明显不当，应予撤销。胡一金老师说啊，什么属于在互联网上寻衅滋事，什么属于公民言论自由，在实践中的边界有时会显得模糊。但是萧某良刷视频随手写下还在搞豆腐渣工程，统一招牌12个字的评论，后边只有6个点赞和1条留言，当地公安局就判人家在网络上起哄闹事，并认定构成寻衅滋事，这是对网上寻衅滋事认定范围的明显扩大，严重挤压了人们在网上表达权利的空间。因此湖南高院改判作为一个案例，对于反对随意扩大网上寻衅滋事认定范围，保护公民在网上正当发声权利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这个怎么说呢，也就是胡一金老师啊，他作为一个老的宣传人员，对吧，他秉持着是坚持要把丧事当喜事办啊，坚持发扬那种赢2回的这种精神啊。你看被他一评论，这是变成一个正向的，简直让人感动。一个是秋菊打官司，对吧，这个不屈不挠的这种精神，一个是最高院啊，这个坚持这个秉公办案，把这案子给翻过来。胡一金老师这么一宣传之后，让人们就忘记了过去，忘记了这个案子是怎么产生的，对吧？胡一金老师过多的把这个眼光啊盯住了这个案子的纠正，并加以这个宣传，然后就感动、感谢、感恩、感激。他就这个事情本身重点是应该放在这个案子怎么会有这种案子呢？咱们是依法治国，怎么会出现这种事，对吧？作为如果胡一金是老媒体人，他应该抓住不放的是这里面的错误，要反省为什么一个人在一个新闻下面啊写了12个字啊，这12个字就是还在搞豆腐渣工程，
统一招牌打了个问号。哎，就因为写了这12个字，进去待了5天。胡锡进老师不对这种现象进行批评，对吧？进行深入的分析，不对1审2审坚持错误的判决进行分析，他把眼光偏偏盯向了高院的这个改判，哎，鼓掌感动。所以说啊，胡锡进老师只能说是啊一个非常称职的啊，而且是一个非常这个勤勉尽责的老宣传人员。我为什么我看了这个新闻，我本来要做个节目评论一下，后来想呢，我觉得没什么好评论的。为什么这个案子能翻过来？更多的是因为叫解铃还须系铃人。这个肖某某啊，当时发这条评论的时候，让人感觉他在影射当时的这个县的领导啊，就是搞这个豆腐渣工程的，当时县委书记啊，正是主政的那个人，所以对吧？人家一震怒，那就他就徇私了，然后就进去待5天了。那现在这个案子为什么能翻过来呢？是因为这位县委书记啊落马了，胡锡进老师把这些隐藏了，对吧？他把重点放在高院对他进行改判。一个县委书记啊，就有这么大的权利，对吧？你说他，而且他没有直接说他呀，只是对吧？这个暗戳戳的吧，还在搞豆腐渣工程，统一招牌，就写了这么12个字，一个县委书记就能把他给拘了。甚至有可能啊，这个县委书记自己都没发话，对吧？只是暗示了一下，表示自己不爽，那有人就去拍他的马屁，把人给你拘了，对吧？胡锡进老师应该在这儿深挖，而不是忙着去拍马屁去感动，对吧？这胡锡进老师要批判的是权力的韧性，对权力如何监督，如何制约。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改判，那是他的职责所在，他的本职工作有什么好这么大书特书的呢？那是他的职责啊，对吧？他并没有做他职责之外的事。你有什么好感动的呢？啊，如果高院啊每做对一件事情，你就要感动一回，那你要么就是啊，你这是高级黑，对吧？你的意思就是那高院做的正确的事很少。胡锡进老师是不是高级黑啊？那言下之意就是高院啊，平常都是搞这个冤假错案，好不容易对了一次，赶紧表达敬意。好，这期节目啊，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